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7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咱国内昨个增加32个本土病例，有12个人染病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昨个病例有比前一天搁较侪，不过疫情也是有咧转好。另外，疫苗的意愿登记系统，即马已经开放到第9类和第10类，有超过217万人来登记。国内本土疫情有较转好，指挥中心公布初九新增加32例本土病例，个案的分布是台北市19例上侪，过来是新北市11例，甲桃园市有2例，另外嘛新增加12例死亡的个案。解隔离的情形是82.8%那今天案例比昨天多不过在这段时间的趋势来看它还是整体是往下。指挥中心初八宣布，为即马开始开放第2批医药组疫苗系统开放登记了后，全台湾第9类至第10类的民众，上紧伫7月16日当做疫苗。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这个系统开放到达已经超过200万人次来预约。我从现在开始那大家赶快可以，本来说有一个时间的起头，那不过现在已经来登记的很多，为了让这个作业的时间能够让大家更充裕，我们就开放全国第9类、第10类的对象是意愿登记。陈时中强调讲，意愿的登记并不是排注射的顺序，是要知影讲有偌济人有意愿注射，好安排会当更较顺利，而且随时拢会当做修改，不是登记了后就拢袂改哩，民众会当安心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已经累积有700万剂疫苗到台湾，全国也有超过312万人次来注疫苗，其中注 AZ 疫苗的已经有198万人次，注 Moderna 的是超过113万人次。也因为各地注射的速度拢无同，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先注了的就有机会较早搁摕到疫苗。高雄市政府统计，目前全市注疫苗超过33万5千剂，72岁以上注的比例超过70%。中央已经配发的 AZ 当中，高雄注射率是6都第一，利用率有98.5%，领先台北市的93.1%，新北市的94.7%，也比台中、桃园、台南拢悬。根据我们施打的效率，我们会做一些微调了那不过基本上每一个县市的量还是基本照我们的一个分配来做一个分配。那当然在这个微调里面速度可以加快嘛如果大家已经打完了，我们当然可以赶快把它配下去。指挥中心承诺会小可调整先做完就搁配发。目前台湾已经到货疫苗有700多万剂，到初八已经注312万1081人次，覆盖率是13.03%，已经接到352例。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通报，其中267例是超过75岁以上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一个国际上新的消息，孟加拉的首都达卡。这附近又有一间食品工厂发生火灾，火已经烧超过24点钟尚无至少52个人死亡，20外个人受伤。根据当地消防局表示，因为这个工厂伊的出入口搁互锁掉咧，真侪人拢走袂出来，甚至有员工是直接跳楼要求生存。火自大楼窗仔门一直冲出，消防员自分推车顶头喷水拍火。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的工业区，一栋60楼高的食品加工厂，初八下午5点外导火。一开始是1楼导火，尾啊高向顶头探到其他楼层，造成至少52个人死亡，20几人受伤。ফ্লোরে আমরা সার্চ টিম পাঠিয়ে দিছি এবং আমরা গ্রাউন্ড ফ্লোর থেকে শুরু করে ফিফথ ফ্লোর পর্যন্ত 4th ফ্লোর পর্যন্ত আমরা মোটামুটি সার্চ করেছি, কোথাও আর কোনো ভিকটিম পাওয়া যায়নি। তবে কিছু কিছু জায়গায় যে উঁচা হয়ে ট্যাগ হয়ে আছে যেগুলো কাগজগুলো তার নিচে আছে কিনা এটা জানি না। তবে因为厂房内面放的是熬烧的物件，所以火真歹拍花。火烧超过24点钟，一直到初9暗才被控制。这栋60楼高的工厂，每一层拢要到1000平。不过，这个那2支楼梯会当出入，更加罕过的是，当地消防员讲，其中1支楼梯通往厝顶的门竟然锁起来，要走嘛无路。যখন সকালবেলা কাজে যায় তখন 7টা বাজে, তখনই কথা হয়েছে চলে গেল কাজে। 4টার দিকে আগুন লাগছে, আমরা দৌড়ে আসলাম, আর ফোনও পাই না। ফোন রিসিভ কল কিন্তু ধরে না, ভিতরে আগুন ঢুকে গেছে গা।
7টা পর্যন্ত মোবাইলই করছে আর কি বাজছে এরপরের থেকে অলরেডি বন্ধ।有消防员讲，真侪工人对2楼甲3楼跳落受伤。孟加拉北发生过几路件工厂甲工具导火并倒来意外。2019年就爆有一间工具违法囤熬烧的化学物品发生大火，造成78人死亡。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高温阁烧热，高温会升到36度以上，过昼会有300毫。咱来看温度。太平洋高压伫今仔日开始就要向北平线，水汽会变高，要较侪所在会落300毫，而且可能会落较久。西北部和东北部就要注意会向闪大雨。伫东部山区的一寡所在，过昼也会落雷公雨。东南部和恒春半岛遮，因为透东南风，也可能随时落短暂雨。今仔日各地拢真烧热，高温有到35度。湘北市、宜兰、花莲、有台东这5个县市高温可能也拢会升到36度。乡亲出外就要注意，唔通着雪咯。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健保署的 App 健保快易通，即马整合疫苗注射和病毒体检的资料。未来民众若去餐厅食食，或者是要出国，会使直接展示 App 内底的证明，得到好亲像咱国内注过疫苗、做过体检的通行证。接落来是中国时报，7月13就要小可解封放零防疫，不过学校、幼稚园、有囡仔照顾中心以及补习班有关是维持停课。有19个团体按算要发起活动，每一个人拢写配合总统来发声，希望讲伫7月17也会当带条件开放补习班。虽然防疫要放零啊，游泳池也是袂当开放。不过全国运动会伫10月底就要起鼓啊，抓准7月26会当顺利解封。受水的选手伊伫8月初就要伫2个月无受水的状态去比赛。即马因着望讲，中央会当调整防疫，开放选手来练习。伫游泳池内底拍拼咧向前游，保持体力甲速度。毋过从3级警戒以来，游泳池已经2个多月无开放。即个被解封，游泳池也是暂停开放。这嘛互选手烦恼讲，对受水会哪来哪无熟手，连一起泳过成绩拢真困难。其实蛮恐慌的，这样，因为很久没下水，那感觉一定会完全不见。他有开很多线上课程让我们学习，就是才可以维持体力。可是，在水感这一方面，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袂当去游泳池，教练敢若会当逐工安排点半钟线顶的课程，互选手线顶学习或者是教营养的控制，嘛要求因伫咧厝里爱做体能的训练。不过这拢无像真正咧水底受水遐尔有效。又不是鱼，我们是人啊，没有游泳，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尽量在适应中，当然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不管是选手也好，教练也好，当然都不适应。每一次下去分成5个选手下去游泳，我们的游泳池里面也是开放给选手使用，其他的寻找人不能进来。高雄市体育总会表示，全国的游泳选手拢拄着同款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全运会10月底就要举行啊，就算7月26有顺利解除封锁，8月初全运会就要选出选手，练习的时间无够的情形之下，无法度来发挥实力。希望中央会当伫游泳池水道分流，还有控制人数等等的前提之下，互选手会当去游泳池做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的本土病例增加32例，台湾的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3935例。咱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6620例，台北有4655例，超过100例有桃园726例。苗栗是547例，基隆307例，中华是268例，台中有199例，新竹县是108例。另外，死亡的个案增加12例。这个资料是疾管署最新的消息。伫7月13就要小可解封啊！林务局也要开放17大国家森林游乐区，以户外场所来互大家来开放。不过，因为宜兰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配合宜兰县府的政策，会先继续关到7月26。
那到关山大关花季合欢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人受较多，毋过未解封了后，毋是想要去就用去。林务局当时林管处指出，因下骹有大雪山、八仙山、武陵、合欢山4个森林游乐区，每一区拢会人车管制，入园人数降做承载量的4成，停车场也只开放4成空间。或者是管制车辆，而且大个所在全部降在一半。毋过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等处本来讲要开放，结果无到一天就讲要关起来，要配合宜兰县府关风景区到26个政策。另外，伫国家公园山坳是继续关起来，亲像嘉明湖的2个山坳甲爬山步道维持无要开放。毋过通去嘉明湖也有另外一个步道，毋是台东林管处的管理，当地部落烦恼这个所在正做空棚，只好自救加强巡逻。这样子来来回回在巡逻，这样一天换人啊，要不然怎么办呢？其实，未少报道伫部落，各地林管处也呼吁尊重在地居民意愿。防疫期间，请民众唔通进入往报道的部落甲社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市的统计，今年顶半年家庭暴力的通报案件是比去年更较侪，尤其老人互人凌迟的案件也直直增加。毋过，囡仔互苦毒的案件，伫5月份了后，颠倒有变少。台北的家暴防治中心就认为讲，可能是因为疫情停止到学校上课，无老师来关心，案件的通报也拢变少。3级警戒已经实行个外月，大家拢踮伫厝内，搁再加上因为疫情的经济、情绪压力，家庭暴力有可能较常发生。根据台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统计，台北市今年1月到6月家暴事件有8604件通报，比去年同期的8264件是增加4%，其中老人保护案件是增加8%。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因伫今年的5月到6月服务的家暴案件比例嘛增加不少。现代妇女基金会在我们5、6月这边所服务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家暴服务人数也在成长了接近30%左右。那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当然不止受暴妇女，有一些老人虐待的案件，其实也是在增加当中。家防中心统计，伫今年疫情期间的5月到6月，甲去年的同期比平，儿童的家庭暴力案件颠倒是有减少70案，大概是17%。不过，这敢是代表儿童受暴力的数量有减少？家防中心无安尼想。我觉得这是存疑的，因为孩子，他是未成年的，他没有到学校，他没有外出，也许他被发现受暴的状况也相对的机会是减少的。好，因为我们过往其实从学校通报或从老师这边通报的案件是蛮多的。针对家庭暴力案件，可能无法度互发现。家防中心表示，希望大家要较注意身躯边的状况。若常常听到有人伫咧哭，或者是有人伫咧起骹动手，甚至是有囡仔伫热天搁甲长仔穿条条，就要注意伊是毋是有伤，爱来帮咱通报。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即马行政院正咧筹备要起司法精神病院，这敢有违反国际公约？国家人权委员会伊就有邀请各界来讨论。有学者认为讲，个案爱按照精神状况和风险来处理，出院了后要安怎转去社区，这才是重点。2019年，铁路警察李成汉去互姓陈旅客压倒攻击，法官认定被告有思觉失调症，一审判无罪，落尾确定判17年，刑期到就要强制监护5年。到时，这个被告就可能去司法精神病院关。因为这几年司法精神鉴定的刑事案件就几落件，针对精神障碍者未来若去做监护治疗，过程敢有下国际公约，各界拢提出因的看法。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对他做好的照顾，以及公平的人权对待。障碍者跟非障碍者应该要有相同的权利保障。针对联合国身心障碍者管理公约第13条到第16条，学者认为政府要对司法系统的人，像法官、检察官做人权教育训练，也要保障精神障碍者的自由甲安全，袂当强迫因住院或者是接受治疗。政府也得要有监督的机制。执行监护处分的时候，除了消极的监视保护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积极的疾病治疗。
如果是非自愿的安置在精神卫生机构，否定了当事人对于照护、治疗、住院的能力的话，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违反公约的。因为学者甲公部门拢认同个案的精神状况甲暴力的风险，爱分级分流处理。安怎协助因伫咧司法精神病院有高度安全的介护，也互因平安返来到社区，才是重点。记者闵振林、许凯台北报道。咱镜头来国外，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位14岁的少女，伊得到2021年全美国拼字母的比赛的冠军。这是头一届有非洲的美国人伊得到冠军，咱做回来看。美国14岁少女亚凡加德成功拼对最后一个单字，第7位得到2021年全美拼字大赛冠军，抱走5万美金，差不多新台币140万的奖金。It's formed in Latin from a Swedish name. Maria, M-U-R-R-A-Y-A. That is correct. 为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良来亚凡加德是1925年比赛开办以来第一位得到冠军的非洲的美国人，也是自1998年牙买加安妮麦克斯韦了后第2位得到冠军的非洲的人士。Guga, Guga, Juga, or Jujaw. Can you repeat the word one more time? We're out of time for questions. Inside 30 seconds. No language of origin, but lots of pronunciations. Googa. G-O-O-G-A-W, Googa? A-M-B-I-S-T-O-M-A. That is correct. Thank you. I thought he said an I. I thought he said an I as well. They may have to review that. 这场比赛在佛州迪士尼乐园举办，由 ESPN 现场转播，配合评论员详细解说。搁伫比赛了后访问参赛人。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一摆，全美拼字大赛当时也是有色族群发挥的舞台。今年进入决战的11名参赛者，有9个人是南亚的。这摆亚凡加德得到冠军，是打破2008年以来至少有一位冠军是南亚的纪录。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Google 进前予法国政府罚73亿的美金，理由是法国认为 Google 咧看网页广告的时有私骗无公平的现象，伊拢看家己的广告较侪。根据法国政府竞争管理局的调查结论，谷歌拿伊家己的网页诚做呈现这个广告的所在，甲其他媒体来竞争广告业主的预算。拿伊家己的广告事业部谷歌 ADX 比其他广告平台有更加多资讯的优势。Two dimensions. The first was its ad server, which was treating more favorably its own supply-side platform, and the other conduct was the same thing on the other direction. The supply-side platform was favoring Google in a way which was not accessible to other SSPs. So this practice had the effect of unfair competition for the other competitors. 法国政府对着谷歌罚2亿2000万欧元，大约是代票73亿7600万块的罚款。不过执委会也强调，欧盟的目的不是讲罚偌济钱，而是希望创下全球的先例，引让谷歌改变因的做法。Google ha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implement those changes globally, and that they would provide changes that would, from day one, be applicable worldwide. 伫6月中的欧盟罚款进程，澳洲经过几个月谈判，成功让谷歌在6月初甲当地几间大型媒体重新来签订网络页面的广告合约，保留联邦政府介入的法律的权限。另外，上新的这回合，伊有相关的国家政府赢了。再来，美国俄亥俄州政府也由检察长约斯特出面，要求州议会立法。甲谷歌这类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平台，比较电力、水力、甲石油、天然气这类列做法定的公用的事业，一旦被认为有乱用市场地位的问题，州政府应在第一时间来介入。不过谷歌已经讲，这摆袂遐尼简单就认输了。公视新闻时间林编译。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水气有较高，伫西半部和东北部，注意爱常常会上大雨。伫东部的山区一寡所在，过昼也有可能落雷公雨。今仔日包括湘北、顶5个县市，高温可能拢升到36度以上。乡亲出外就要注意，唔通着雪路。
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伫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伫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华岛地区是26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英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